姜濤吸金王，數據證明係轉虧為盈嘅功臣。姜濤係公司轉虧為盈嘅關鍵。回顧智庫雜誌數據，50組大廣告佢佔咗超過1/4。呢份吸金力真係數據證明一切。大家好，呢度係雷達新聞短打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哇，原來5年前嘅今日，2021年2月27號，已經有一份數據證明姜濤係吸金王。今日同大家回顧下，當年佢點樣一個人橫掃13個大廣告，成為公司轉虧為盈嘅關鍵。講到姜濤對公司嘅貢獻，真係要用數據去說話。根據智庫雜誌嘅分析，電訊盈科之前獎勵員工配售1000萬股股份，雖然名單冇公開，但大家都知背後嘅大功臣係邊個。其實呢件事最值得大家睇清楚嘅地方係喺2021年第3季嘅報告入面，首50個大廣告客戶當中，有13個係起用旗下藝人。而嗰年姜濤就犀利啦，已經係第2年冧莊叱咤我最喜愛男歌手同我最喜愛歌曲2個大獎，身價自然係水漲船高，聽講廣告價仲升咗唔少添。呢度包括咗匯豐銀行、三星同埋麥當勞。當然，呢13個廣告唔係得姜濤一個玩晒 ，ERROR 同其他 MIRROR 成員都有份參與，應記一功。不過講到橫掃晒咁多個大品牌，姜濤的確係最搶手嗰個，因為呢13個廣告佢全部都有份。呢種一人橫掃頂級品牌嘅能力，難怪俾媒體封為吸金王，仲幫公司由虧轉盈。單係藝人管理業務收入就升咗10倍，就係因為事實擺喺眼前，高質素嘅商業價值係遮唔住嘅。姜濤唔單止係一個歌手，佢更加係幫公司轉虧為盈嘅重要核心。換句話講，當全世界以為姜濤只係一個偶像，其實佢已經係一個有份量嘅商業指標。呢種實打實嘅業績，對於一直撐佢嘅一眾姜糖嚟講，絕對係一份最客觀嘅肯定。證明你哋嘅眼光冇錯，你哋撐嘅唔單止係一個偶像，而係一個真係有影響力嘅人。大家覺得姜濤呢種強大嘅吸金力，係咪代表佢已經超越咗一般偶像嘅層次？雷達想問下大家，你哋最想姜濤拍咩廣告啊？留言話我知你對呢份業績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我呢啲姜濤舊新聞回顧嘅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按訂閱，等我知道你哋中意睇呢類題材。你哋中意，我就繼續揾多啲舊新聞同大家回顧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